其實斐濟除咗有大南海之外，中部叢林都有好多地方可以探險㗎。今次參加嘅 Off-Road Case Safari， 聽個名就知唔係去埋晒啲大路景點啦。坐有冷氣嘅車去到中部新亞托卡河邊之後，成班人就轉上全開放式嘅4驅車，司機大佬係咁俾油，加速上斜落斜，好似玩過山車咁啊！見到有民居嘅村落，佢先至減速，原來係為咗俾啲小朋友跑過嚟同我哋 high five。坐咗差唔多半個鐘之後，終於到咗目的地，就係內哈克洞啦。入洞之前，要由當地祭司帶領我哋做一個莊嚴嘅卡雅儀式，要得到神明許可先至可以入洞。祭司講乜，我當然聽唔明啦。但每一個人都會飲翻杯當地飲品卡雅，味道就好似24味加感冒茶，有鬆弛神經嘅作用。儀式完畢就即刻出發入洞啦。個洞口住咗好多蝙蝠，要踩住啲蝙蝠屎入洞，有啲嘔心啊！但真正恐怖嘅歷史係不見天日、完全冇陽光度嘅洞入邊。好耐之前，當斐濟仲有部落衝突嘅年代，內哈克洞就係當地人避開敵人嘅藏身之所。呢度曾經住咗400人，最令人毛骨悚然嘅係當地嘅戰士，以食敵人嘅肉、飲敵人嘅血為最高榮耀嘅復仇。所以洞入邊曾經殺過唔少人，仲煮過人添啊！問你驚未？不過呢啲都係過去。聽下呢位小朋友喺洞入邊吹響嘅貝殼，聲音係咪好平和呢？出翻個窿，見翻太陽，即刻覺得和平可貴啊！喺部落村莊食翻餐 BBQ， 再一齊玩欖球，友誼第一。今日嘅斐濟再冇食人族，人人友善又開心，感染埋你一份啊！